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希晨。今日呢條影片想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可以利用 AI 幫我哋將我哋手頭上現有嘅資料變成一份好睇、好排版嘅 PowerPoint 出嚟。之後我哋拎去教學生，又或者拎去匯報都完全冇問題。先同大家睇下成品係點樣。大家依家睇到嘅呢份 PowerPoint 就係我用 Notebook LM， 依家改咗名叫做 Gemini Notebook， 利用佢當中嘅簡報生成功能幫我哋整出嚟嘅 PowerPoint。呢一份 PowerPoint 裏邊每一頁嘅內容全部都係根據我俾佢嘅資料而去到生成出嚟嘅，每一頁都有重點、有排版，而且佢文字同圖片嘅比例我都覺得佢整得唔錯。而呢一份 PowerPoint 就係針對翻中五經濟科 ADAS 嘅內容去到整出嚟嘅課堂教材。而喺經濟科裏邊成日用到嘅圖表，佢亦都可以直接咁樣幫我哋畫出嚟。我哋今日會分3個部分去到講解。第一個部分就係講解一下我哋整呢個 PowerPoint 用到嘅工具 Gemini Notebook 成個流程大概係點樣。第二部分就係 step by step 嘅教學示範，由上傳文件叫 Gemini Notebook 直接幫我哋去到生成簡報，當中需要用到嘅提示詞又應該要點樣寫呢？佢整好咗呢份 PowerPoint 俾我哋之後，我哋之後可以點樣去到修改？最後就係將份 PowerPoint export 出嚟，等我哋直接可以使用。而成個生成 PowerPoint 嘅過程大概10分鐘就可以完成。我哋先由第一步開始講起。第一步就係我哋要首先整理好晒要生成 PowerPoint 嘅資料係乜嘢。因為我哋要整份 PowerPoint 出嚟之前，我哋應該已經有晒各種唔同嘅資料或者素材。例如我要整份教學嘅 PowerPoint，咁我事先就會將教育局嘅課程指引、補充文件、相關嘅教材，全部都已經上傳到 Gemini Notebook 上面先，就即係大家喺左邊呢度見到嘅文件。當我哋上傳好文件俾佢之後，我哋就可以去右手邊呢一度點擊呢個簡報嘅 button，click 落去之後呢，我哋就設定翻你想要嘅格式係乜嘢，輸出嘅語言、長度。同埋喺度要描述翻你想做嘅 PowerPoint 係乜嘢嘅風格，目標對象係乜嘢，係點樣。輸入好呢份簡報嘅說明之後，就可以 click 生成。第一陣之後，我哋喺右手邊就可以見到呢份由 AI 幫我哋整好嘅 PowerPoint 啦。咁點解我會介紹呢個 Gemini Notebook 嘅工具而唔係其他嘅 AI PowerPoint 生成工具呢？首先第一點就係呢款工具係免費可以使用嘅，不過如果香港老師要用嘅話就麻煩少少，因為香港暫時未能夠支援到呢款工具可以使用。咁所以我哋用嘅時候咧，亦都係需要開翻 VPN 先得。咁我哋開咗 VPN 之後，就可以正常去到用呢款工具。第二點就係佢會根據翻我哋提供嘅內容資料去到生成呢個 PowerPoint，而極少會出現佢自己去到虛構一啲資料或者數據出嚟俾我哋。咁我哋去用呢份 PowerPoint 嘅時候，就更加唔需要擔心佢就虛構一啲資料俾我哋嘅呢啲情況會出現。而第三點就係 Notebook LM 佢整出嚟嘅呢啲 PowerPoint，佢嘅排版、格式、風格，我覺得係眾多嘅免費 PowerPoint 工具裏邊已經算係非常非常高嘅質素，所以我就會推薦呢一款工具俾大家。咁我哋依家就由頭開始，一步一步同大家去到講解一下到底要點樣去到做。第一步咧就係去翻呢個 Gemini Notebook 嘅官網啦，而呢個官網咧就可以喺呢條影片下邊嘅影片說明欄嘅喺度，就可以揾到呢條 link 啦，或者你哋直接喺 Google 上面打 Gemini Notebook 都可以揾到佢。記得用呢款工具之前一定要開咗 VPN，去到台灣、日本等等可以支援使用 Notebook LM， 即係呢款 Gemini Notebook 嘅國家。咁我哋去到呢個官網之後咧，就可以點擊中間呢個試用 Gemini Notebook。咁入到嚟之後啦，如果你係第一次用嘅話咧，中間呢度你應該係會冇咁多其他嘅資料嘅，就淨係得一個叫做建立新嘅筆記本啫。咁我哋就可以點擊呢個建立新的筆記本，之後我哋只需要所有我哋要生成呢個 PowerPoint 用到嘅文件資源，例如我啱啱生成 PowerPoint 嘅時候，就將教育局經濟科嘅課程指引、補充文件同埋教學嘅材料，通通都全部俾到 Notebook LM 上邊。咁如果你需要整嘅一份 PowerPoint 係一個教學材料啦，可能係工作匯報嘅 PowerPoint 嘅，咁亦都可以將相關已經做好嘅工作內容全部喺度 upload 晒俾佢，咁我哋就可以開翻相關嘅資料夾，將所有嘅文件開入去，咁樣就 OK 啦。喺左邊呢度咧，佢一開始咧就會係藍色轉圈圈嘅，咁過一陣之後咧 AI 就會取晒呢3份文件裏邊嘅全部內容。第一陣之後咧，佢喺左邊呢度咧就會變咗做3個剔號，就即係代表佢已經讀取晒所有嘅資料啦。而喺中間呢度咧，佢就會整合翻到底呢幾份片裏邊嘅內容資料係講緊啲乜嘢嘅。咁我哋已經完成咗第一步啦，就係提供翻呢份 PowerPoint 要用到嘅一啲資料內容。咁第二步，只需喺右手邊呢度 click 翻呢個簡報，跟住你可以選擇翻你係想要一份詳細嘅 PowerPoint 啦，定一份簡潔嘅 PowerPoint。咁我呢度咧就會揀用詳細啦，之後咧就可以選擇翻語言啦。譬如我係想生成一份中文繁體字嘅 PowerPoint，定係一份英文嘅 PowerPoint 都可以喺度選擇翻嘅。咁長度咧，我呢度咧一般都會選擇語詞。咁重點咧就係要喺呢度寫一個說明要建立嘅一個 PowerPoint，就好似我依家寫好嘅呢個提示詞一樣。
咁呢個提示詞應該要點樣寫呢？其實好簡單，只需要揾 AI 去度幫手寫就得。我咧就已經事先幫大家設計咗一個提示詞出嚟，咁大家只要將呢段提示詞直接複製之後，好似我咁樣俾到 Gemini 或者你平時用開嘅一啲嘅 AI 工具。呢一段提示詞係乜嘢呢？咁我咧就會叫 AI 變成一個喺 Notebook LM，就即係 Gemini Notebook上邊嘅簡報說明嘅撰寫助手。咁佢咧就會用一個問問題嘅方式幫我哋去到釐清翻到底我哋呢份 PowerPoint 幾個重點，就係呢份 PowerPoint 睇嘅對象係乜嘢，要用喺乜嘢場合，最主要係想擺喺邊個課題上邊。如果唔係課題嘅話，你都可以同佢講係乜嘢嘅場景，同埋呢份 PowerPoint 嘅內容嘅側重點係喺邊度，想要乜嘢嘅視覺風格。例如好似我整咗嘅呢份 PowerPoint，佢就係一個比較暖色啲、細啲嘅教學風格。又或者你可以選擇用一個商務簡約風嘅，又或者係科技嘅教學風嘅都冇問題。咁我就回答翻佢幾個問題啦，同翻佢講呢份 PowerPoint 咧，主要就係俾中五嘅經濟科學生睇嘅。就係喺課堂教學上面用。我想教嘅課題咧就係 ADAS， 着重點咧就係要概念嘅理解。咁我咁樣回覆咗佢之後啦，佢咧就會直接提供翻呢個簡報說明嘅提示詞俾我哋。咁我哋可以喺邊直接複製，複製完之後就去翻呢個說明要建立的簡報呢度貼上，之後我哋再撳生成就可以啦。而呢一段俾 Gemini 話俾佢知道佢角色係乜嘢嘅提示詞咧，我就會整合好，連埋成條影片嘅內容變成一份筆記。咁就將呢個筆記擺咗喺我哋嘅 WhatsApp AI 學習群組當中。而加入呢個 WhatsApp 群組嘅方式咧，我就放咗喺條影片嘅影片說明欄度。大家只要去到影片說明欄嗰度，點擊加入 WhatsApp 嘅嗰個群組，就可以攞到呢個提示詞成條影片嘅筆記啦。咁佢喺右手邊呢度咧就會顯示正在生成簡報啦。大約等5至10分鐘左右，佢就會幫我哋做一份 PowerPoint 出嚟，而呢一份咧就係我之前已經叫 AI 幫我做好嘅一個成品出嚟啦。而大家去到呢個步驟就已經做好咗一份 PowerPoint 嘅一個初型出嚟。咁我哋依家就可以逐頁咁樣去到睇下 AI 佢俾我哋嘅內容裏邊有冇錯，裏邊嘅字體又或者係佢嘅圖片、文字比例等等唔同嘅範疇，都可以叫 AI 再去到做修改嘅。咁修改嘅方法亦都非常簡單。我哋只需要用字描述話俾 AI 知道邊一頁想改啲乜嘢就好。咁我哋嘅修改方式咧，就需要點擊上邊呢個有一個叫做修改。咁我哋選擇翻你想修改嘅嗰個頁面啦，之後點擊修改。修改之後咧，下邊中間呢個位置，咁佢喺呢度咧就會要我哋描述一下，到底我哋想更改乜嘢嘅內容。例如咧，我想刪走中間一個中五經濟科概念理解同埋變動分析嘅，咁我咧就可以喺度直接打字話俾佢知道，幫我刪除咗中間中五經濟科呢一句。之後咧，譬如去到呢一頁啦，我覺得佢講解出嚟嘅時候咧，成個概念解釋得有啲複雜，學生去到睇嘅時候可能有啲難以理解。咁因為我覺得呢一頁佢係成頁嘅解釋或者係架構都有問題，而唔係單純係針對翻某一句當中嘅問題。我就可以咁樣同佢講啦，應該要將成頁講解得更加淺白易明，學生更加容易可以理解翻呢個概念。咁大家就可以逐頁咁樣睇下需要修改嘅地方係乜嘢。而喺右下角呢邊咧，佢咧就會整合翻晒係邊一頁當中係需要修改嘅。咁我哋咧就唔好改一頁就修改一次，我哋最好就睇晒成 PowerPoint。一次過有啲咩問題嘅時候，就叫佢一次過去到修改。咁我哋確認好要修改內容之後咧，就可以喺右下角呢度點擊呢個生成修訂版簡報。我哋點擊咗之後啦，佢咧就會喺右邊呢度顯示正在生成簡報修訂版。我哋等幾分鐘之後咧，就會喺右手邊呢度見到啦。佢呢度咧會有一個2字嘅簡報出現咗嘅，係乜嘢意思咧？就即係原本我哋嗰一個簡報嘅名咧就叫做 ADAS 經濟模型。而我哋修訂版咧就會係 ADAS 經濟模型嘅，咁呢個就係修訂版嘅版本。咁我哋就可以 click 翻呢個修訂版嘅版本，入翻去睇下佢有冇根據我哋嘅需求修改。好似第一頁咁樣，佢就刪除咗中間嘅嗰一句啦。而第3頁佢就將一開始嗰一段比較長啲，可能比較艱深嘅文字，就直接改咗做呢個物價下降點樣會帶動需求上升3大效應去到解釋下邊呢3個效應。咁如果佢修改完之後，我哋都仲有問題，我哋就可以繼續喺上邊點擊呢個修改，再話俾佢知道修改嘅地方係乜嘢，方向係乜嘢。咁當所有嘢都修改完成晒之後啦，我哋就可以喺右手邊呢一度點擊呢3個點點，佢呢度就係更加多嘅選項。咁我哋就可以將呢份 PowerPoint 下載成 PDF 嘅文件，又或者係 PowerPoint。
咁我喺度咧就點擊下載做 PowerPoint 啦。不過咧，即使我哋係喺 Microsoft 嘅 PowerPoint 上面開呢一份文件，但係亦都唔表佢係可以好似傳統嘅 PowerPoint 咁樣，可以喺呢度修改上邊嘅文字啊，又或者係移佢嘅位置嘅。因為佢一喐嘅話咧，佢就會係成頁咁樣喺度喐緊。佢嘅本質其實都係一張圖片嚟嘅，咁大家就需要注意呢一點。之後我哋就可以直接用呢份 PowerPoint 去到教學生，又或者係去到做 present 啦。咁呢個就係成個由零開始去到做出一份精美嘅 PowerPoint 嘅所有內容。如果大家對於呢條影片有任何問題，都可以喺呢條影片上面留言話俾我知，或者加入我哋嘅 WhatsApp 群組。如果你有其他嘅 AI 疑問，都可以加入呢個 WhatsApp 群組，同我哋一齊交流。最後，如果大家覺得呢條影片對你有幫助嘅話，記得幫我點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。咁我哋下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